那么昨天有讲到说，这个往生极乐净土，我们需要具备一些因跟缘。那首先需要具备殊胜的一个人生，怎么样的所依跟人生才能投生？昨天讲过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任何一个众生，只要有一种，只要能够升起这样的善心，有这样一个动力，有一种善心的动力，是都能够具备投生净土的因的。然后再来呢，是谈到说，积聚善因而投生净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说要积聚投生净土的各种的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可能会这样问哦，那就说意思就是投生为什么要投生极乐净土呢？它的殊胜利益是什么呢？那么在阿弥陀佛经典，还有许多的经典当中都有提到，很具备圆满的很多很多的利益跟功德。那举例来说有什么呢？那是指当我们一个凡夫，就还没有步上这个修持道路的一个凡夫，那么比如说可能在恶道或者在一些没有空闲修持佛法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各种的过患都没有哦。那么所以投生到净土之后，不再有任何的痛苦，也不再有任何的极地，就是各种的烦恼。还有呢，就是3000大千世界的那么每一天当中，你都在这边极乐净土，你的听闻啊、修持佛法，它的一天的利益跟功德，都比你去3000大千世界这样去学习还来得大跟殊胜。那么同时在极乐净土，随时你都具备的是暇满的人生，不会像在人世间有的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这是极乐净土的一些功德跟利益。所以这个利益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利益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积聚投生净土的各种因，然后依照这些善因而让我们投生净土，最主要的利益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往生净土的话，那么各种的障碍我们解脱的成就的这样的恶缘呢都会消除，而各种的善缘都会具足。而且呢，你不会再投生到其他，比如说天道啊，而且你能够快速的具备一切的这些功德。那这是什么意思？叫做顺缘具足。
障碍少呢？那我们可能会问，我们修持上的各种的障碍有什么呢？我们常说莲师祈愿文也说，除道障祈愿文里面也有提到，外内密的各种障碍都要消除。那么，比如说内在的各种障碍有什么呢？比如说，可能这个身体会老，然后这个老了之后可能就会病，然后最后呢，死亡等等。那么还有在活着的时候，有许多的我们会有一些不足啊、贫困啊、各种的痛苦。还有，这同时在极乐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健康，所以你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修持，还有居住的地方，还有周围的眷属。我们还会一般来讲，我们会有这种要照顾花时间啊，照顾亲友啊这样的劳累这在极乐净土都没有。同时呢，我们各种这些比较粗重的各种的人我执，还有对于我们亲友朋友的这种强烈的执着，还有我们会有这种自他的这种分别的妄念的这种执着。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这样的这种观念，还有譬如说我们不相信恶果，不相信因果的这样的邪见，还有会有伤害他人的这样的心，还有强烈的这种欲望。还有呢，由于不知道、不相信有轮回，这一些呢都是属于一种心上的一种障碍，心理上的一种障碍，所以这些呢在极乐净土也都没有。还有呢，再来是身体跟心的一起的一种障碍，有禅定的各种障碍，譬如说昏沉、掉举等等有修持禅定的有5种，最主要有5种障碍。由于有这样这些，比如说昏沉啊、掉举，就让我们的心很，比如说烦躁而不安定，而无法修持禅定。还有像是各种的恶业的造作，这一些呢，刚刚讲到的这一切呢，在极乐净土是都没有的。那么还有谈到像外在的障碍，譬如说火烧啊、水灾啊，然后各种战争啊，这些也都没有。那同时呢，也没有各种的我们说野兽啊、强盗啊，或者别人的侵害啊，也都没有，或者也不会有遇到这种恶友、结交恶友这样的情况。还有我们说色声香味触等等各种呢，能够让我们的心升起不善的各种的缘呢，这种外缘呢，也都是没有的。
所以可以看到说外内的障碍都少，同时呢，那里的顺缘也是具足的。这是指什么呢？它有内在的一些顺缘。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直到证得这个佛果，那么都不会有这种无法自主的情况，而再投身到其他道中是不会的，而且寿命会非常的长。譬如说，在早上的时候，可以供养无量的这些佛菩萨们，而且呢，还可以到他们的跟前去听闻法教，而且呢，还可以对无量的诸佛，可以供养他们衣服，然后食物等等。啊、对不起，刚刚衣服、饮食这些应该是说，在这个极乐净土心中一想呢，这些食物啊、衣服啊、房子等等都能够圆满的出现了，而且能够随时领受佛法的法味。比如说，在三禅的时候的那种只有快乐的这样的感受是一样的。还有我们说这种无常、苦、空、无我，这一些思维对于佛法的这种思维呢、领受呢，都很自然的在心中能够升起。那所有在极乐净土的众生呢，都是这种上士福，也都具备了这样殊胜的相好。所以总之呢，对于一个想要修持的人，他具备了许多许多的顺缘。那就外在的顺缘来讲的话，更是很多很多的。例如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他们随时呢都住在这个极乐净土。那还有无量的这些佛菩萨，然后二乘的行者，还有呢许多许多如同大地的围城一般的这样的这些殊胜的圣众，都在极乐净土，而且不断不断的在说法。所以这是说外在的顺缘呢，它是这么自然的就具足了。还有这个极乐净土这个国土当中呢，各种的水呢，也并不是普通的水，而具备了无常、清净、无我各种的这些会出生这样子的正法的声音，就是那里的水流、河流都会出生正法的声音。还有呢，在极乐净土的这些树木呢，也都没有各种的各种在极乐净土的事物啊，都不会成为升起烦恼或者散乱的因，全部每一个东西都会帮助我们具备意念佛、意念法、意念僧等等。
而且都能够帮助我们升起这个甚深更广大的对的佛法的理解。所以在那里呢，有这么多无量的各种帮助我们修持的顺缘，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圆满的外内的各种的顺缘。所以极乐净土比起其他净土来说呢，它的功德是更大的，也更加的殊胜的，是真的是超胜其他国土更多更多的。比如说，在许多的经证里面也有提到，在极乐净土，完全没有各种的痛苦，那当然也就无苦音声哦，没有痛苦的音声。那里呢，没有任何缺乏的这种痛苦。但其实我们看看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常常这种痛苦却是很多的。有时候想想自己会觉得啊，我缺少什么，我没有什么，甚至其实你具有那样的东西也造成痛苦。不要说没有了，有的时候有东西也造成痛苦。所以总之呢，这种一种不足、贫困，这是一个由于这个而造成许多许多的痛苦。甚至会让我们痛苦到很伤心跟难过。那但极乐净土是没有的。那么这是在引经当中呢，有谈到说，佛对阿难尊者说，形容这个极乐净土的各种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有许多的经典的句子，总的呢就是刚刚我谈到的，讲过的这样的一些功德。我们说要积聚这个投身净土的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你在净土的话，你能够亲见到这一些殊胜的，像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等，而且你能够直接亲见到他们，这能够帮助你的修持能够顺利跟圆满。但也有一些疑问，譬如说，有些人会说，就说在这个极乐净土不应该有凡夫，为什么呢？
那么全部呢，在极乐净土的众生都是，能够在一生成佛的这样众生。那么在龙树所做的净土当中，也有的愿文当中也有提到，那为什么在经典当中会提到说投身净土的都是这些圣者呢？那么因为呢，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提到的内容呢，是说，那么投身在净土的这些众生，一般来说，他们会有很长很长的寿命，而且能够亲近非常多的这一些善知识，同时也具备不量的、不间断的这些法友，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修持佛法，所以他们也具备这种甚深跟广大的智慧跟一种精进。所以在极乐净土呢，有具备这么好的因跟缘，修持佛法的因跟缘。然而有的时候呢，所以因此呢，他由于寿命非常的长，他能够在极乐净土呢，他能够在一生当中就得到很殊胜的果位，所以几乎在那边的全部都是一定会成就的这样的圣者。所以他们是不会在那一生当中又落入到恶道，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不退转的。所以说他们就是在一生当中就可以成就的这样子的菩萨。所以由于这样的一段形容呢，所以这是刚刚解释说在极乐净土都是圣者，是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所以不然我们会以为说好像极乐净土都没有凡夫无法往生到那边，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同时呢，在阿弥陀佛经典当中，也有一段记载说，极乐净土呢是有这个凡夫的。那么在极乐净土呢，
都有佛菩萨，也有这些凡夫，也有天人，都有的。还有在龙树菩萨所造作的一个极乐净土愿文，也有提到说，投身到极乐净土的众生具备无眼无神通，是因为呢，在这个国土中的众生呢，虽然他们可能没有那种后来的这种神通，但是他们却具备了一种自然的、天生的，由于这个净土的一种加持力量，而让他们也具备这种神通。所以有这种后天的这种神通，譬如说第六个叫做漏尽通，还有这种三眼等等的，它由后天呢也会具备。所以看到刚刚那段经文呢，所以会知道说，那边的众生具备各种的，像是无眼、无神通等等等等。还有的疑问说，在极乐净土会不会有这种是就说在极乐净土有这种贪着色身香味触的欲望呢？说有这样的欲望呢，这样是不行的，是不对的。而是说，在这样的极乐净土经典中记载说，那边有非常多的天女，具备妙音的天女，她们的确有记载说是一起能够共享这样的一种妙乐。那么，如果是世间的这样的天女的话，那可能会升起这样的欲望的。所以有的人就说，那么在极乐净土是不是也会升起欲望呢？这样是并不会的。那
这里是提到说，在净土呢，它是会透过看到，可能是会升起这种欲望的，但是由于具备很甚深的禅定，具备这种身心的一种清安，所以这种清安会被形容说，你好像碰触到这种很细柔的羊毛是一样的哦。所以呢，它是会安住在一种清安的当中，而不会升起像世间的那样的欲望的。所以就算是升起那样的欲望，但是呢，就像是，但是过去祖师有举例哦，就像是看到了佛陀一样的，你虽然这时候各种的你的欲望烦恼是会消除的。所以就像是一个偈文当中有提到，如果我们带着嗔恨的心看佛陀的时候，那么未来呢，我们也种下了能够未来成佛的一个因哦。其实就像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可以说极乐净土也具备这样的力量哦。虽然有这么多的天女，这么多的色身香味触的各种的娱乐哦，但这一切呢，其实都是阿弥陀佛的他的一种化身，他的一种化现，所以都不是世间的，或者说独立存在、实有存在的这样的所谓的天女跟所有的这些事物。所以也因此呢，你不会升起就是说像世间一般的这样的欲望的。所以以上呢是简单的讲解了有关投身净土它的利益是什么。所以就像刚刚讲到，我们会具备一切的外在的跟内在的顺缘，而且呢能够消除外在的内在的各种的障碍。尤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极乐净土当中呢，我们能够直接见到佛陀，能够听闻到他的教法，而且呢还可以依止这些菩萨们能够求法、听法。可以说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最快成佛的一个地方。其实最主要的功德利益就是这一个了。但如果再继续这样念这些经典，你们大概都会要睡着了，所以我最好讲讲其他的。那么其实就像我前几天下午跟僧众教育讲到环境保护的时候，那其实最近有些科学家也提到了许多的有关环保的一些发现，或者其实也有一些资讯。所以我那几天跟僧众这样做的分享其实我自己也并不精通很多这些科学，但就是希望分享一些资讯，让大家至少有一点点的基础的概念的了解，就让僧众们有一个了解。但也不是说我说的就完全正确但是所以也希望就是那些僧众们你们能够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说现在科学家们的说法，或者说在我们佛教论点经典当中告诉我们的，都会谈到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它是
或者说这个宇宙它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它是无边的。尤其呢，像我们现在住在太阳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银河系，有就是整个宇宙里面还有无量的像我们这样的太阳系的这样的星系存在。所以呢，譬如说我们却都没有办法当然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最后如何毁灭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宇宙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么就像科学家说的 universe 整个宇宙呢，也是有这个无量无量的非常非常多的宇宙，所以他们也都说不准到底有多少。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世间的时候，它真的是很广大，而且呢也是非常数量非常的多的。所以搞不好在某一个地方真的就有这样一个极乐净土存在的。当然我们会说极乐净土很多都是心所现，都是心所现哦，不会是外在哦，没有是外在有真的净土。但是我想搞不好也可能真的在，你看因为宇宙是这么的浩瀚，可能真的有一个地方就有这样一个极乐净土哦，就像极乐愿文里面所形容的在从此往西方的某个地方真的有。但是呢，我们说清净的国土跟不净的国土还是有些不同的。有些这些净土，我们凡夫的眼可能还看不到的呢，是观察不到的。像是有一些世界或宇宙呢，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推理或者间接的方式，而可以测知到说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这样的一个事物等等。还有呢，有谈到须弥山，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佛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须弥山怎么在真正我们的地球上找不到有人会这样讲。同样在佛典当中所谈到的整个宇宙观，也跟实际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会说你们佛经里面讲的是都没有依据的，是这种凭空臆测的。那么像最近在藏地呢有出版一本书，也有针对于佛教当中所说的这种宇宙观呢，给予许多的辩论跟驳斥。但无论如何，我们这还是值得我们多去思考一下、探讨一下的。譬如说，我们说须弥山王，这个呢，是我们其实在古代一些印度的文献当中呢都有记载。其实你有看到，会不会就是我们现在后面画的这个雪山，这个就是冈底斯山哦，在这个印度的一个古文献里面呢，就有提到说，就形容说这个大自在天的这种加持，就是从冈底斯山从传
流下来的、流传下来的等等。所以这在印度教当中呢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或许所谓的须弥山呢，可能就是这个冈底斯山。当然，也许须弥山王是在冈底斯山的周围的某些山呢，某座山。还有从历算上来看的话，历算的角度，从整个丈量整个宇宙来整个地球的时候，会看到有这个。有在地球上半部地上的是须弥山，还有地下的呢，也有，也是须弥山的下部呢是在地的下面。那么是在说，其实呢这个说法就很像是我们的北极跟南极，那就好像说北极在北方最上面，我们会说北极是。这个可能是须弥山的上半部，南极呢是下半部。那或许的一些历算当中呢，可能会这样来形容，也是可以的。当然，对藏族来说，到底这个萨迦班智达呢，然后跟噶举的上次有一些辩论说，这个冈底斯山到底是不是哪一座等等。但是呢，在有一个地区的民众呢，因为辩论里面他会说，你如果说这个是雪山，那为什么会经典形容它是黑色的山等等？但是呢，的确有一些地区的民族，他们在形容雪山还是把它会称为是黑山哦，黑色的山，而不是白色的山。那么你看到在俱舍论当中所谈到的这个宇宙观呢，会提到说，这个宇宙好像是平平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说，按照俱舍论来丈量来算的话呢，其实地球应该是圆的，并不是平的。还有俱舍论提到的这个水的坛城啊，地的坛城等等，如果去计算的话呢，那跟我们说水跟土地的面积这个水是占地球的更大一部分的，那这个跟俱舍论里面所说的其实也蛮相似的。还有我们说这种黄金大地你看经典里面会这样形容，我们可能一听就会以为会不会是黄金所做的大地其实不一定的。譬如说我们会有一个词叫做金州，也就是举例像是有人说金州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地方被称为叫做金州。当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金字所做的州它只是一个，那并不是满地都是黄金，所以同样呢，它还是被称为叫金州。所以我们也想象是，黄金大地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都是黄金，遍满大地这是一个部分。还有呢，我们会谈到说四大洲，那这个跟古代印度的
这种历算的经典，还有我们在俱舍论里面谈到的世间成立的一些理论，还有在十轮金刚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世间形成的理论，其实这些都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探讨哦。不然我们有时候只是站在某一个经典的角度去讲，有的时候是不够圆满的。所以呢，尤其像是在十轮里面，它当然并没有提到说太阳会转，而是说无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动，那总之呢，都有形容到这些部分。那么在十论里面所谈到的，这其实跟科学家里面所说的也非常相近，甚至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许多古代的这种的智慧哦，是很不可思议的。他们没有像现在有这种望远镜啊，有这种各种先进的仪器，他们可以说透过了他们的智慧，还有他们的这种禅定，而能够了知整个宇宙的情况啊。他们不透过任何的器材就能够知道，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说须弥山，但到底在哪里？你会说这个我看不到须弥山，那你会说俱舍论说的也不正确啊，等等，可能有这样的疑问，但也不急着你马上这样子去否定哦，而是可以多去学习，更深入的学习，你就会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有些人说在极乐净土中会很快乐的成就，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极乐净土没有痛苦啊。如果说没有痛苦的话，那怎么会有最初修持佛法最开始的这种厌离痛苦的心呢？所以如果没有厌离痛苦的心，那怎么会想要成就呢？所以他极乐净土，他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话，他连出离心都生不起来，那他怎么可能快速的成就呢？还有在经典里面有提到，也甚至要驳斥的人也会引经说，在我们现在的凡夫世间，领受一点点的这种安忍，那都比在其他这种净土花很长时间去修持安忍或精进来的功德更大。那因此你说投身净土是很殊胜的，那这样不是违背了吗？但其实这并不是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所说的所谓世间大部分世间的人呢，都是众生命，都是由于这种业跟烦恼的因跟缘而往生，而投身在这个凡夫世间的。譬如说，我们会说，对方就会以为说，极乐净土是不是也像是天人哦？就是说，因为那里没有太多痛苦嘛，所以呢，要成佛会比较慢。但净土完全不是这样的，
它是超越3界的这样的殊胜的净土。由于投身在净土的众生都具备这种神通力所以每天早上呢，都可以到无量的这些其他的净土去。同时呢，也能够对十方不可思议多的这些的的佛前呢，听闻到这种，比如说无常啊、苦啊等等的这一些教法。同样呢，还有这些对于这种不清净国土的各种的苦啊、无常啊，这一些也因为净土的众生具有这个神通所以他们也能够了知不净国土的这些众生的烦恼跟各种的痛苦。同时呢，在净土里面的像是阿弥陀佛这些菩萨们，也会不断的会开示出这种无常啊、苦啊等等的教法。所以可以说，如果现在大白话来讲，你在净土可有时间跟这种空闲，可以好好去研究什么是苦了。所以呢，你并不像是在这种世间的，比如说天界并不是，而是你在净土天生的，你就不会有懈怠，而且你很自然的就会精进于佛法的这种修持。你只要一投身到这个净土呢，你就自然的对这种世间会升起出离。所以这个极乐净土呢，由于它的这种殊胜的功德，所以由于这样的功德呢，你并不会说在那边你就没有时间或者无法领受什么是无常或者是痛苦，而生不起出离心，并不会的。譬如说我们的世间的这种其他界比如说无色界啊、色界等等，他们也会形容经典中他们没有这种痛苦之相，所以他们也不如反而凡夫众生能够因为感受到痛苦而升起出离心。而就像刚刚形容，在净土的话，任何事物其实都会帮助你，甚至这个鸟啊、树啊、河流，它都会帮助你思维法义，都会帮助你思维了解什么是无常，什么是痛苦。那就像是在形容经典里面形容说，就好像极乐净土的这些鸟发出的鸟叫声呢，或者是水流发出的声音呢，也都是无常啊、空啊这种佛法的声音。同时还有一种说法说，
有一种说法说，在五浊恶世里面，持守一条戒，比起在其他净土持守戒哦，它的功德还大。就是有这么说。那这是因为最主要会这样讲，是因为说在这个净土里面持戒的顺缘多哦，那么在凡夫世间呢，他持戒的逆缘比较多，所以呢，相较之下呢，会说世间里面持戒的功德是更大的。那么然而呢，并不是说在净土的戒律的本质跟这个凡夫世间持戒的本质有任何的差别，并没有的。所以并不是说在净土持守的戒呢，就是比较这个普通或低下的，并不是。那接下来最好要禅修吧。昨天呢，我们禅修5分钟，好像可能长了点，有些人都睡了，所以今天就改成3分钟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观修的是积聚资粮跟净除罪障这样的一个因哦。我们说投身净土的几个因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要净除罪障，积聚资粮。那讲到这个呢，有很多可以想的哦，但我们现在就做一个观想，我们就想说，在你的前方有阿弥陀佛，在他的右边有观音菩萨，在他的左手边有大势至菩萨，就是西方三圣在你的面前。那么在他们的面前，我发露忏悔，同时呢，也发愿说，未来我不再犯同样的罪业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种忏悔，接着你要想，西方三圣他们都微笑了，他们都很欢喜了，也因此他们从他们的身体放射出光芒，照射过来之后呢，融入到你的身上，所以你的身口意也都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而清净，并且具备了佛菩萨的一切的功德，自己也具备了殊胜的一种能力啊，一种力量。所以或许这个时候，我们会先念诵一段祈愿文，培养我们的这种虔诚心感受哦，然后接着我们再做3分钟的禅修。